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親愛嘅香港市民朋友，親愛嘅上海鄉親們，大家好，我係滬港社團總會會長林健學。萬眾期待嘅第4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，將於6月3號至7號喺維多利亞公園隆重舉行。今年我哋滬港社團總會繼續全力參與，以外灘萬國建築嘅風格，精心打造咗11個攤位，呈現上海外灘經典建築嘅風味，等大家感受一下上海嘅獨特魅力。今次我哋嘅攤位融入海派文化，展示上海百年發展嘅獨特城市氣質，喺4大主題展區各有特色。A 區滬味尋蹤，帶嚟老城區嘅風味，本幫老字號嘅美食，品味正宗老上海嘅滋味。B 區海派風華，展示非遺工藝、AI 樂器，傳承海派文化，感受傳統技藝同埋現代科技碰撞出嘅當代魅力。C 區滬上美物，匯集草本護膚、電影文創、紅色文化等特色產品，盡覽上海多元文化同埋城市發展嘅傑跡。D 區綠色上海，呈現生態農產品，領略上海生態嘅建設成果，感受城市嘅綠色溫度。除此之外，喺維園草地設有科創未來上海智慧嘅特色展區，帶嚟咗3大前沿體驗，包括穿戴式腦機、意念操縱裝置、AI 樂器表演、彈奏專屬嘅樂曲、AI 繪畫互動等等，一站式感受上海嘅科技實力。現場更有熟食攤位，帶嚟咗滬港雙城美食記、上海嘅魚丸同埋香港嘅恩師傅，滬港老字號強強聯手，一種味道兩種情懷，讓味蕾穿梭喺滬港兩地。活動現場打造咗迪士尼式嘅歡樂氣氛，現場設置咗多種趣味互動嘅遊戲，無論大人小朋友都能盡情參與。此外，成功遊玩4大主題展區，完成指定遊戲，除咗可以兌換豐富精美禮品之外，仲可以獲頒上海城市大使證書，成為上海城市魅力大使。喺6月3號至7號，誠邀大家帶同家人朋友齊齊嚟到維多利亞公園，漫步上海外灘嘅市集，領略海派文化嘅魅力。我哋不見不散，維園見！家鄉味、家鄉情、家鄉市集平靚正，6月3號至7號維園約定你。